哥，哥，哥，小王爷，哥，哥，跪着，咱们俩坐着聊。让哥好好看看，长大了。小王爷，末将是领着军令来接世子回府。我家黄门儿到了，哥累了，想回家了。那现在就回吧。不急，等咱们吃饱喝足了，一起回家。好。小二，上酒。小王爷，您跟世子都上马了。小王爷，不用，哥，我们回家。小王爷，世子让我来陪他。小声点。世子的院子还在收拾，王爷说世子先送到他的院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啊！哎呀！哎呀！3年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游山玩水的不辛苦。哎呀！哎呀！
他也累了。我江泥呀，3年不见还这么瘦啊？嘘。王爷，王爷，嘘。王爷，徐骁来了。我这叠杀星中，你要是不躲，一会儿性命难保。哎，他还睡着？先前没醒，小王爷在里边陪着。哎，你看我穿戴是否还算周正啊？哦，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。什么话？不仔细看，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啊！最爱挑剔。快快快，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。快来来来。是。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，是，把咱们的家规再给他们宣读一下。好，你们都听好了。王爷见世子，你们都机灵点儿。王爷就是被打死，也当没看见。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过来，看看我是不是非常的慈祥。我还饶命。下去，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好儿子，睡醒了啊？舒服了吗？啊？3年了啊！你知不知道那3年，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？是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让你赶我去农地，差一点！别！哎呀，别闹了！你别跑！哎，你光脚大，你穿上鞋，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哎呀，怎么别斗这斗，现在都先跪着了。那我这是要给你们赔罪啊！哎，这个，哎呀，不赔罪，不赔罪！哎呀，别叫爹，还是叫名字好，显得咱有个脸啊。姓名行了，儿子，外面天凉，你光着脚易感风寒。行。哎，完了，3所宅子。关上门啊！关上门，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。
还追？哎呀，违法了！这怎么闹啊？我今天先饶了你。哦，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！啊，你等着，爹等着，爹等着。累了，累了啊，累了，不累。哎，来，坐。爹，给你穿上鞋啊！哈哈。爹给儿子穿鞋，别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啊！你瞧，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。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！哥，我给你穿，我自己穿。哥，你消气了？消气了。3年好长啊。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。哥，可不走，明天看鱼。去吧。等等，打招呼。爹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去吧。怎么样，歇够了吗？还是累。还累？那再睡会儿。不睡了，有件事情想不通。什么呀？我要见那个被抓的楚国老兵。现在？就现在。行，我带你去。你在外边等我。我换个衣服。哦，对啊。来呀，替世子更衣。小宁儿，等我们都走了，你再出来，把你那宝贝收好了。哎呦，都下去吧，别守着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下去吧，啊！前面带路。哎。躲在床底下的是江妮这丫头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，你别插手。别忘了，接杀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。江妮这丫头的身份，她是避不开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？好，这个他是你的人，爹就不插手了啊。汪。
修，师兄，战场上的无数亡魂都在看着你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别光看着，让他们来。聊你的。师兄，你儿子逃过一次，逃不过第二次，很快就会有人让你亲自为他送终。好。你怕死吗？灵州城外杀我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应该不怕死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城外杏花酒摊儿，你为什么把刀放了？糟了，北凉铁骑。死都不怕，为何要降呢？我给你个台阶儿，你就顺着下，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？徐骁，你还记得西楚大起事吗？当然记得。灭楚大战，西楚大起事，没有一个投降，全都战死。对呀，那按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死战才对啊。为什么放下刀呢？不说是吧？没事，我自己猜。你是觉得杀我的局还没结束？就算我在灵州城外躲过一劫，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，结局已定，你才会考虑保存性命。又或者，你是想亲眼看到我死之后徐骁的悲痛之情？也许是我贪生怕死了。哦，这就开始自贬了。看来是不想让我往下猜呀。这是灵州，北凉中心，怎么杀我？北凉军是吧？你们只是开场，大戏内鬼来唱。你不是纨绔子弟，我怎么不是纨绔了？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嘛，人所皆知啊。徐凤年，你藏得好深啊！那看来我是猜对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，北凉军中谁想杀我呀？有刑吧？大可不必，我等他来找我。我聊完了。啊，完了。好好好，咱爷俩聊聊去。徐骁、徐凤年，你们必死无疑！你们必死无疑！我生得晚，未曾亲眼领略大起事的风采。你请我吃过肉，喝过酒，我还你这面军旗。
画像的事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过了今天，我就是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知道的纨绔，我不需要交代。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吧？所谓高粱纨绔，最擅长的就是花天酒地，谈何委屈啊？我知道，你这一切呢，都是为了藏拙。你已经演得很好了，但是别人啊，未必就信你。谁不信？你还记得3年前为什么让你出去游历吗？躲避皇室赐婚。没错，随珠公主备受宠爱。如果皇室那边真的相信你是个纨绔子弟、声名狼藉之人，他们还会让你去京城跟他去完婚？凤年，你是世子之身，是我们北凉铁骑的传承。就你这身份，刀枪剑影，你是避不开的。谁说我要接受北凉了？你打算还继续躲下去啊？啊？那我这位置传给谁呀？我不传给你，我传给谁呀？我饿了，不想跟你争。那你慢点倒，别洒了，浪费了。行，快吃快吃，老黄这家伙动手快，一会儿一片都吃不到。好，许强，这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习武。你的意思吧？哎，我们这3年遇上不少麻烦，有多少是你安排的？大部分全都是你自己惹的祸。什么意思呀？磨练我。行万里路，胜过读万卷书，啊！老黄从白虎脸身边逃走，也是想让我一个人面对刺杀。这也是你安排的吧？少爷什么都知道。闭嘴！你瞧，你是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有心计，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，啊！别说那没意思的，吃肉，啊，别光吃肉啊，咱们一块儿喝个酒吧。哎，来，哎呀，酒足饭饱啊，今天就睡这儿吧。啊！你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呢？啊！明天我做回纨绔，今天晚上就当我还在游历。哎，我说儿子啊，要不你也跟我游历游历？那你好好游吧，啊！累了，行走江湖，身子累；回了王府，心累。少爷前面有件事搞错了。什么事儿？劝少爷习武，不是王爷的意思，是我想着吧，日后少爷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能护着自己。算了吧，不说这些，
明天钓鱼啊，老王你过来。钓鱼？北凉军中有人想害我，我得把他揪出来。你睡觉流口水啊？徐凤年，别起来，没穿衣服。还给我！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刺杀我可以，刺杀失败就得赔钱。昨天晚上失败了吧？那我收账了。差不多行了。你拿多少啊？好好攒钱。走啊，陪我钓鱼去。不去。出钱雇你。哼，你不要我收回来了。到了湖边再走。多谢你救了世子，我们做奴婢的，也没什么报答的。嗯，新开的瓜，甜得很。不必了。你不爱讲话呀？这性子，倒是和青鸟有些像。就是那个。这么美，
挺久了吧？哥，咱们钓鱼。撒饵吧。我弟弟徐忠相见过了。天生神力。这是青鸟，这是红薯，都是我院里的。这个江泥，钱。3个丫鬟。世子的梧桐院内，丫鬟婢女20余人，钓个鱼，倒也用不到那么多人。都是伺候你的。命好啊！羡慕我。你答应过我，让我进听朝廷。听朝廷就在那后边，想去随时可以去，只能待1个时辰。我说了让你进去，我没说让你常住啊。开个条件。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。南宫仆夜。北莽南宫世家，这就怪了。北莽世家跑到黎阳朝来学武，我家铁骑可是你家皇帝的眼中钉啊！你想毁约？问你个事儿呗。讲。你觉得北凉军中谁想杀我？世子死了，除了小王爷外，谁掌兵权？我爹有6个义子，都在军中被委以重任。要杀你的，恐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现在有点危险。与我无关。商量个事儿，做我2天护卫呗。北凉王府高手如云。答应我这件事儿，以后听朝廷里边，你想待多久，就待多久。成交。晚上烤着吃。这回加盐，加盐好吃。早就备好了，一撮盐，香气四溢，长力气。秋炉您都懒得动筷，这种鲤鱼，平时您可是动也不动的。你没尝过老黄烤的鱼，香。这3年您都吃了什么苦啊？哼，活该。
酒胎内酯，锦州青白卵，识货，从小养的。这可是千金难求啊！这是最上等的6年凤，万金都不换。楚禄山求见，他正是6名义子之一。接着调。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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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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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世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的世子啊，世子，这3年，我是日思夜想世子，杀不死，饭不想啊。杀不死，饭不想啊！那我怎么觉着你还胖了几十斤呢？绝对是瘦了，瘦了整整1圈啊！世子若是不信，我立马上称，重1斤切1斤肉，重10斤切10斤肉。要你的肉干什么呀？那兄妹狗也好啊！楚将军真是好兄弟。哎，叫我露馅就行。那怎么合适呢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反正我长得就像个球啊！世子，世子这3年，想必青楼也娶了少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紫金楼新来了一个花魁，才貌双绝，尤善剑舞。那风姿，那长劲儿，算是冠绝灵州了。人刚到，就等着世子你回来了。还会使剑舞呢？啊，那有，那对，世子不知你现在可空闲啊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怎么了？本来是来钓鱼的，钓着钓着，你就来了。那，要不我们钓完鱼再去？不用，钓到了。那种地方你就别去了。晚上回来，肯定回来。晚上让老黄做烤鱼吃。多加几条。青楼能去吗？无所谓。老黄，你都这岁数，你就算了。这位是新护卫。这样貌新护卫，还是世子你会玩？你别乱说话啊！一会儿人家砍你，我可拦不住。走。我上回去，记着紫金楼的水果不新鲜啊。哎，那就不吃水果。我带着。你可是从3品，世子面前我什么都不吃。别了，不让你拿，咱们再找个人陪着。我不去青楼。山河入画，此为神州。北马统领苦寒之地，暂且不提，而这便是中原。话说当年天下乱局，9国割据，随之诸国乱战，动摇神州。黎阳破局而起，扫灭8国，成就一统之势。尤其是黎阳朝的北凉铁骑，更是以无敌之势，荡风云，平天下，一军灭6国。这便是北凉王徐骁的威风。若不是他，天下
犹在乱战之中。黎阳一统，徐骁封王，镇守边境3州，统帅35万北凉大军，抵御外敌于风雪之间。这正是黎阳第一权臣，异姓王，徐骁。他的名声，你应该听过吧？我说的这些，您都理解了。而我，便是北凉王世子，天下第一纨绔，徐凤年。如今我吃了您几个地瓜，来日，本世子必定重酬相谢，绝不相负。偷地瓜赔钱，我别跑！放心，站着！爷爷，站着，别跑！放下！给您自己一个机会，几个地瓜，换你此生大富大贵。给钱！我今日真没钱，没钱就是土贼！哎，给我站着！说了，我今日真没钱，我真是世子，种地瓜容易吗？我吃了几个地瓜，我不是不还，我将来会还给你的。给我站住！没钱就是没钱。你想说什么？站住！我明白了，人在地瓜蛋。给我地瓜钱！老黄，我怎么会弄死你？我地瓜钱！好马，你比老黄忍一下。你跑，我让你跑。站住！你这破马，你是不是老黄亲生的？你不是站！你好。老黄，地瓜呢？你全吃了？哎呀，好坑啊！哎，少爷，你的地瓜呢？让人追上了，没挨打，把马赔给他了。又赔马。那家伙每次自己都能溜达回来。哎呀，还有你，老黄啊，你吃地瓜也不知道给我留点儿。没收住。少爷，你要是学了武功，人家就追不上。就学。
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饿了，找吃的。啊，少爷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少爷，黄，这儿有鱼，哇，是不是？我看见。少爷，抓到了！哎呦，这么大呢！可不，这条特别大。好不容易有一条，你又给弄跑了。老黄，啊！哎，想吃肉吗？想啊！前方5里有座破庙，跟过来，给你肉吃。好嘞，去。大爷慢走。有军阵痕迹，不似普通马匪。你怎么看，少爷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咱还是绕着点吧。要躲你躲，我要吃肉。我也要吃肉。来，想吃肉，先听规矩，记住徐凤年这个名字。此人应该是锦衣华服，北上之路，都给我小心盯着。若有类似的，即刻回报。若是真的发现了呀，还有重赏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锦衣华服徐凤年。来，进庙，酒让见你。我们要找的这徐凤年，是北凉王徐骁的嫡子。3年前，他离开北凉，游历天下。最近收到消息，说他要回北凉了。小人明白了。说来也巧，你倒是与这徐凤年年龄相仿。哦，那真是巧。反应这么迟钝，不会武功？小人要是会武功，能混成现在这样吗？你与他年龄相仿，总得试试。徐凤年会武功啊？徐骁的儿子不会武才怪。听见北凉王的名字，怎么一点都不怕？心里怕。直面马匪刀刃，神色如常，你这表现可不正常。我知道您不是马匪。不是马匪是什么？这面旗，我认得。那你倒说说看。这是西楚大起士的军旗。当年锦河一战，12万大起士全军覆没，西楚就此亡国。
你怎还身他？我父亲让我不要忘了这枚棋。难道你也是楚人？大人莫非是大几世？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如今国王族灭，你我皆不过是一缕游魂罢了，哪儿还有什么名字？是啊，你我皆不过是一缕亡魂。别乱说话。怎么说呀？都是来杀我的。没事吧？以为我也是主人，领头的现在在里边哭。少爷呀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那么多话呀。你说你怎么不连饭也吃呢？一撮盐，象气四溢，长力气。我离家了眼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还知道收买乞丐，广布眼线，幸亏少爷我聪明。是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咱们那个马呀，到这会儿它应该自己已经回来了。那破马神出鬼没的，你管它干什么？赶快走，尽快回灵州。是。你看那是咱们的马吗？还真是，这家伙朝我们前头去了。坐下，别大声说话。有理了，薛凤年。徐凤年，对。徐凤年是一匹马呀！哎呀，太意外了，树上。哦，哎，下来。年纪符合，也是往北走，很可能就是徐凤年。对，快去通知大人，咱们在这盯着。别动，哎，别动啊！
6。那个人怎么办？他又不是我，说清楚就没事了，赶紧走。哎，不，少爷，看看对你学武也有好处。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。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姓徐？停下！问你话呢！路过，跟他们没关系。刚才厉害厉害。你看那破马怎么还跟他走了？哎，老黄啊，你说这人男女的？我不是很有经验。你看他那脸型像不像狐狸？他也是往北。徐凤年的画像刚送来的。徐凤年，哎，哎，请留步。哎，别误会啊，我们也是顺路。我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。一会儿万一后边再有人追过来，你跟他说出你的名字就没事了，除非你也姓徐，明白了吗？反正我说过了，咱们走。哦。等会儿，我再试试。
什么破马输了我都。亡国之恨，今日拿你人头祭奠。西楚灭亡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童，并未参战啊。是。徐骁杀敌无数，号称世间人屠，父债子偿。要怪，就怪你投错了胎吧。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！这可不是啊。怕？有可能。哪那么多废话！老黄只是一介马夫，跟徐骁没关。徐家的马夫也该死。老黄，快走！大人，能不能给个机会？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，我也想杀徐骁。嗯。我出钱买自己的命，只要能救我，加码你开。我告诉你，徐骁我当然会杀，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杀光斩尽，毁去他一切希望。怂人就是借口多，找死！阁下是谁？徐骁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你是北凉王世子。我洗干净了，挺贵气的。徐骁凶残，乃天下之敌。阁下今日若让开路，算我等欠你人情。我救你命，让我静听朝廷。可以。你们先走。阁下可想清楚了，此事本与你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们，全给我杀了！坏呀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随便。哎，老黄啊，你看他像不像狐狸？脸白手也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白狐脸呗。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。你真是徐骁的儿子？等你送我回了灵州，咱们进了北凉王府，你不就知道真假了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以后我就这么叫你。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啊？刚才没看见你拔双刀。他们不配见我双刀。那什么样的人配见你双刀啊？诸位，吃吗？你为什么要去清朝廷啊？徐骁马踏江湖，听朝廷收集了天下武技。你这武功已经这么高了，还要秘籍干什么？还不够。那你想练成什么样？
别动。吃瓜。又是他们，全躺在上面了，一时半刻动不了。就算不会武功，你也能轻而易举杀了他们。你希望我杀了他们？你自己决定吧。算了，让他们活着吧。不敢杀人？不是。徐骁灭了他们的国，他们恨徐骁，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。我又不是有毛病，非得把这恩怨往自己身上领。你爹是徐骁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干嘛？此刀名为秀东，长32寸，重10斤9两，钝锋朴拙，如世间道。此刀名为春雷，长2尺4寸，重1斤3两，吹毛断发，锐利无双，如人心毒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杀人就配剑女双刀了？睡吧，我守夜。你们这些江湖人都这样吗？少爷先睡吧。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温华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？睡不着，要不老黄给少爷上首歌？行啊。老狗，老狗，你这翻来覆去就这2句啊？下没有。哎，行行，土里埋骨。哎呀，成天捧着个木匣子当宝贝，闹了半天是卖唱时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你有话跟我说？连夜赶路回灵州。那他呢？人心难测。他要想杀我，一刀就够了，没必要救我。
就怕他想杀的不是你。你是说他想混进王府杀徐骁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哎，他武功不是挺高吗？怎么咱们走他都发现不了啊？上一次那个黑店，咱们顺的蒙汗药，少爷你还记得吧？我给地瓜里边下了点料。老黄，赶紧走，他没事，他会醒过来的。你走。小王爷，天凉了，回府吧。是啊，这王爷可还在找您呢。3年到，我哥要回来了，我要等他。还有一口，就剩一口了。啊。你这不是一口，你这是几滴好吗？少爷，这已经到了林州的地界了啊，加把劲儿！哟嘿，不行不行啊，走了1夜了，去那酒摊歇会儿啊。北凉的味道，真香啊！小二，上酒来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本店招牌杏花酒，1壶20钱，不贵，可也不便宜啊。你先记账，回头有人送来还打赏。记账，客官，您这酒还没喝呢就醉了。小本生意，概不赊欠。小二，给他们上酒，上最好的酒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眼看就要到林州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谢谢你请我喝酒啊。香啊！老王，你干嘛什么都跟我讲？行，别撒了。这酒啊，就当是送你们上路。还有肉。之前约定还算不算？当然算。大哥，别打坏人家酒摊。给我杀了他！这是北凉。没事，你们继续。哥，糟了，北凉铁骑。
非要等到死绝了才肯放刀吗？北凉铁骑，非人力所能及，请守吧。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，见过世子。你下来。下马。天下没人敢拦在北凉战马之前。下来。我要你下马。宁将军。北凉军中有人把我的画像交到匪徒手上，将军知道吗？北凉军中绝无此等人。我只看到宁将军在冲杀我的朋友。宁某奉命接世子回府，拦路者即是违令。那若是我让你下马呢？